宣布競逐總統嘅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團隊發布前總統特朗普擁抱同埋親吻傳染病專家福奇嘅相，被指係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嘅。美國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嘅競選團隊喺社交媒體發布競選廣告，見到前總統特朗普解雇唔同嘅人，但喺講到白宮前首席醫療顧問福奇嘅時候，言辭變得溫和。之後更加出現6張特朗普擁抱同親吻福奇嘅相，不過啲相嘅真實性遭到質疑，被指係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特朗普同德桑蒂斯嘅團隊近期互相攻擊對方喺新冠疫情初期嘅應對手法。德桑蒂斯喺佛羅里達州實施強硬封城措施受到批評，而特朗普就被指過度信賴福奇等嘅衛生專家。德桑蒂斯團隊嘅片段一出，外界轉為關注點樣符合道德咁使用人工智能。不過雙方團隊都未有直接回應。特朗普嘅共和黨盟友批評德桑蒂斯用人工智能圖片抹黑特朗普嘅行為唔可以接受，應該立即刪除相關廣告。德桑蒂斯陣營就認為圖片好明顯係假，觀眾能夠一眼就分辨出嚟，同以前嘅改圖冇分別。總統拜登早前宣布競逐連任之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同樣亦都曾經發布一條人工智能生成嘅片段，話如果拜登連任，將會出現金融系統崩潰、難民湧入、罪案激增等嘅場面。不過字幕就用上假如等嘅字眼，畫面左上角亦都有標示係人工智能生成圖片，似乎更加能令網民接受。有專家相信，隨住人工智能技術不斷優化，生成嘅圖片能夠以假亂真，到時將無從檢測同分辨。而選戰入面越嚟越多使用人工智能，亦都已經成為新趨勢。點樣避免假資訊就成為一大難題。無線電視記者梁永山報導。